中共嘅一紙新規，令一班當紅藝人集體改名換姓。呢樣嘢係源於一個知名藝人嘅提案，但表面嘅係中共喺度整治、私翻、亂象，實際上並唔係為咗公平，而係有住好深嘅目的。仲有更勁嘅日本鐵娘子高市早苗傳出拒絕嘅深圳 APEC 會議見習近平，上門打臉東道主，中日關係急速降溫，台灣變咗贏家啦！請大家關注下我嗰兩個頻道，新聞看點同牧羊看點，都係關注時政民生，挖掘新聞背後嘅真相。請大家幫節目點個讚，並轉發俾你嘅朋友，呢樣既係對我哋一份支持，亦可以令更多人攞到真相。看點挖真相，牧羊講實情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關注新聞看點，我係李牧羊。今日係美東時間6月24號星期三，亞太時間係6月25號星期四。今日直播嘅騰訊視頻年度發佈會，一大班當紅藝人都用翻晒本名，丁禹詩改翻做丁周杰，宋祖兒變翻做孫凡清，孫坑少咗個人自部變咗做孫儷，馮紹峰用翻本名馮威等等等等。呢一波突如其來嘅變化，令好多追劇勇就措手不及啊，攞到目瞪口呆，唔知邊個打邊個。而對於呢啲藝人嚟講，都好尷尬，特別係宋祖兒，網民調侃話要重新練好啦。呢樣唔係咩明星八卦，而係中共嘅一記狠刀斬落嚟，佢有住好深嘅目的。6月12號，三大協會聯合發布通知，由7月10號起，無論係電視劇定網劇演員，都必須用本名署名，藝名呢只可以放喺括號入邊做備註，英文名同花名一律禁用。咩流量地位、咩粉絲爭排名、咩華麗藝名，通通都要行埋一邊，一律按姓氏筆畫多寡嘅排序。同時，海報上嘅頭銜亦都大減，只係翻領銜主演、特別出演同出演3種。中共搞呢樣嘢係源於今年中共兩會嘅一個提案。中共政協委員、知名演員張海麗提案表示，部分演員為咗保住排名而干預劇本，夾硬改戲份，嚴重擾亂秩序，建議制定統一署名管理辦法，令署名回歸角色戲份同埋藝術貢獻，而唔係流量地位。張海麗就係大陸第一部室內劇《渴望》入邊女主角劉慧芳嘅扮演者。我唔清楚佢呢個提案係咪有針對性，但係中共各影視圈入邊爭排名呢個現象確實係相當嚴重。番位係咩意思呢？呢個係大陸網上嘅用語，講白啲就係演員嘅排名次序，係人氣嘅象徵，排咗前面就代表地位高、資源好，當然賺錢亦都多，粉絲亦都會覺得好有面子。而為咗爭排位靠前，所以演員同埋經紀公司都會要求改劇本、加戲份或者係調整排名，甚至仲因此有人出現嘅罷演嘅情況。而粉絲們呢就會喺網上互相攻擊、造謠或者係刷話題、刷流量。呢個就係大陸影視圈入邊特有嘅私翻現象。例如好似戰狼吳京監製嘅電影《標人》風起大幕，官宣嗰份演員表就搞出咗8種花式銜頭，咩領銜主演啊，咩特別出演啊，咩友情主演啊，等等等等。當時就引起咗廣泛吐槽，有網民就嘲諷戰狼吳京，話佢哋做就係番位宮鬥，提前上演。仲有好似宋祖兒同丁禹詩，佢哋之前合作嗰陣，亦都因為番位問題嘈到拆天等等。呢一切確實係反映出好混亂嘅情況。張海麗呢個提案，再加上戰狼吳京喺呢場番位宮鬥，可能就促成咗中共斬落呢一刀。於是呢一班當紅藝人嘅真名就曝光咗。除咗上面提到嘅宋祖兒、丁禹詩、孫 NC 之外，仲有人發現好似粉底液將軍張凌克真名疑似叫張家偉，女星林允本名疑似叫費霞，楊紫呢佢有一個好拗口嘅名叫做楊呢奧，等等等等啦。對於呢一波突如其來嘅變故，網民係一片嘲諷。
有網民就調侃話，呢啲偶像明星藝人換返真名，仲以為係上世紀90年代嗰啲鄉村家庭劇嘅演員表。亦都有唔少質疑嘅聲，有人話完全唔明白呢個規定有咩必要，藝名就藝名啦，梅蘭芳、程超等等，邊個唔係藝名？點解非要逼人改返轉頭呢？有人話必須用真名，僅僅係為咗避免私翻咩？中共聯同協會嘅呢個公開理由，其實聽落好正經，好冠冕堂皇，話私翻亂象太嚴重，一定要進行治理，要令署名回歸角色氣氛同公平，減少內耗，等大家專心創作。但係我哋知道，中共做任何事都有明確嘅政治目的，唔會無的放矢，今次都係一樣。中共漂亮說話咧，喺背後黑幕遠比整治私翻深得多，表面上係治亂，實際上係控制人。大家知道話強制本名曝光，睇落呢件事好似唔係好大，實際上仲真係唔係小事。呢個係中共對藝人搞實名制，藝名咧就係明星藝人嘅一個保護層，佢可以有效咁切割歷史，重新打造獨立人設。而家被強制使用本名嚟，藝人嘅背景、言行、社交等等一切都被黨嚟得清清楚楚。大家回睇下呢幾年被整蠱咗嗰啲大陸明星藝人，邊個唔係先被挖出問題嘅？所以呢個新規定就係幫所有嗰啲藝人預先建咗個檔，以前係普通百姓被強制使用實名制，跟住係金融交易領域都必須使用實名制。而家就輪到呢個娛樂圈啦。講白啲，就係中共為咗更有效嘅監控藝人。其次係中共要將呢個市場權力控制住。以前番位咧係靠流量、資本同埋粉絲談判等等等等，表現確實係有騷亂，但係亂嘅背後多少都有咗一啲市場嘅味道。而且大家需要注意嘅係呢個所謂騷亂，正正係中共想要嘅，係喺中共控制之下刻意令佢騷亂嘅。曾慶紅咧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，叫越亂越好辦。中共縱容亂就係為咗製造整肅嘅藉口，呢個係典型嘅中共治理邏輯，先縱容甚至係製造問題，再施加更大嘅權力嘅解決問題，實際上就係權力壓制，權力永遠係贏家。而家中共統一用字典嘅排序，表面嘅係公平嘅，但實際決定權去喺黨同協會嘅手入邊。邊個可以佢領銜主演，邊個嘅頭銜被斬，邊個嘅宣傳物料點樣放等等，呢一切都係喺佢哋嘅監管之下。向中共政協提案嘅張海麗呼籲係整治番位現象，但係大家知唔知啊？佢嘅新劇黑鏡宣傳同樣有爭番位嘅現象，宣傳入邊唔單止突出位置，仲用咗特別主演。佢個女張可盈都俾人揭發有資源特權，唔單止喺讀書期間就入咗人藝，而且戲份加咗好多等等等等。張海麗母女呢個案例，其實令我哋睇到嘅就係新規定表面上唔保護有背景嘅人，令所有人都要喺黨嘅規則之下揾食，實際就係做下樣，治標唔治本。真正喺中共體制之下有背景嘅人，幾時係靠爭番位上位嘅呢？例如任正非個女姚安娜演技好普通，但係姚安娜從來都係絕對嘅主角。仲有一個更深層嘅原因，就係中共驚娛樂圈會變成唔穩定嘅因素。大家都清楚啦，而家中國經濟全面下滑，青年失業率高企，消費降級等等，每個人壓力都好大，而爭排位、飯圈文化、車迷風氣呢啲都好容易激化矛盾。再加上明星藝人嘅影響力本身就已經好大，擁擠又多，萬一佢哋喺身上出咗咩事，就可能會演變成一場輿論風暴。習近平反覆強調，文藝為人民服務，話就話係為人民服務，實際上係為黨服務，為習近平服務。毛澤東當年為咗控制文藝，搞佢哋，
革命樣板戲，話就係革命文藝。而家習近平呢，就唔係咁講啦，佢話係新時代正能量，講法變咗，本質咁變。今次強制藝人用真名，好可能就係習近平控制明星藝人嘅第一步，之後話唔定仲會有更多規範出台，例如控制片酬、控制稅收、控制言論等等。因為中共絕對唔容許任何領域係唔受嘅控制嘅。前排香港喺 Jenny 嘅電郵入邊同我講，黑高脂真係好神奇。Jenny 由4月初開始，膝頭哥就一直痛，落樓梯又咁辛苦，咁後來就食咗黑高脂，食咗唔夠半樽，就發現痛楚減輕咗80%，而且鼻敏感都好咗好多。所以佢希望如果黑高脂再搞活動有優惠嘅話，一定要通知佢。而家父親節嘅優惠活動仲進行緊，到美東時間呢個星期日，即係6月28號。用優惠碼 XWKD， 除咗有85折，買滿$500，仲會再減30蚊美金，全區免運費。唔方便網購嘅朋友可以打熱線電話64794966777，報翻我個優惠碼 XWKD， 就有專人幫你落單。其實好似Jenny 咁嘅反饋仲有好多，有位女士咧同佢情況差唔多啦，都係膝頭哥唔舒服啦，食咗半樽之後咧，就發現明顯舒緩咗，睡眠都好嘅。佢先生嘅睡眠改善仲明顯，所以一樽都未食完，就已經買咗第二次。仲有德州嘅張老先生，以前張老先生血壓高，要靠藥物維持，食咗一樽黑高脂之後，發現血壓降咗落嚟，而家食少咗好多藥。大家呢啲正面嘅反饋，就係我敢於推薦嘅信心來源。所以咧，如果係中老年人壓力大、體質虛弱或者係長期餓夜嘅朋友，大家不妨試下呢款西洋參黑高脂啊！佢喺加拿大政府嘅嚴格監管之下生產咗，入邊唔含糖，亦都唔含西藥成分，係溫補唔上火。每日咧就用呢個細匙羹啊，只係用咁樣一細匙羹，又方便又高效。但係咧，咁樣一樽就可以食大約3個月嘅時間，所以咧，大家如果需要嘅話，不妨試一試。下面我哋再嚟講另一個令台灣感到相當開心嘅事，對台灣嚟講係一個大利好嘅消息。端莊優雅、笑容親切、相當有人格魅力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，疑似係對中共習近平表達嘅高度不滿。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到中國參加 APEC 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，高市唔願意同習近平舉行會晤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國際輿論即刻就炸晒佢，個人根本就估唔到。原因呢有2個，首先就係今年 APEC 峰會呢將會喺11月18號、19號2日喺中國喺深圳舉行，習近平係東道主。其次呢，就係 APEC 峰會，呢個係亞太地區最重要嘅多邊場合之一。我哋從呢個消息嚟嘅，高市早苗好大機會會去中國參加會議，但係佢卻早早表達咗唔想見東道主習近平嘅睇法，呢個就令到老習尷尬啦。中國民間呢有咁樣一種講法，叫上門打臉。高市如果真係唔見習近平，佢就無異於係上門打臉習近平啦。作為東道主啊，習近平本來係想喺深圳大嘅主場外交，等國人睇下自己嘅國際上嘅地位同形象。尤其係中共21大在即，老習係需要外交勝利嘅，撐下場面，撐下自己嘅門面。點知高市已經傳遞咗出嚟，唔想同習近平見面嘅呢個意願，令到老習可能就少咗一場高規格嘅雙邊會晤。呢個消息有咁猛，變化亦都有咁快，因為日中領導人呢成日利用場邊嘅時間握手言和，或者起碼呢管控一下分歧。大家知就喺半年幾之前，高市同習近平喺南韓就有過一次會晤。喺舊年10月底、11月初嘅 APEC 峰會期間呢，第一次參加會議嘅高市就同習近平舉行嘅場邊會晤，
雖然呢個會晤只有30分鐘，比較短，但係嗰個都算有啲破冰。點解而家變化咁快呢？呢個同中共對高市嘅人身攻擊有直接關係。舊年11月，高市首相喺國會答辯嗰陣就提到咗日本嘅一貫立場，就係中共如果對台動武，對日本會構成存亡危機，日本有可能會行使集體自衛權。雖然呢個係日本政府嘅一貫立場，但係中共知道咗之後即刻跳晒腳，唔單止外交抗議，仲喺經濟上頻頻施壓，甚至仲大幅減少對日本出口關鍵礦產。與此同時，中共嘅宣傳機器將高市描繪成軍國主義餘孽等等，直接搞人身攻擊，呢樣就令到呢位鐵娘子非常之唔滿意。其實呢，高市早苗俾人哋印象嘅，我哋嘅係相當之好，唔單止有涵養，仲親切到好似隔咗屋大姐姐咁，所以有大量嘅日本人都支持嘅。依家高市一早就傳遞出唔想見習近平呢個睇法。一方面說明嘅就係習近平同中共嘅睇佢哋好垃圾，道不同不相為謀啊。另一方面亦都說明有足夠高民意支持嘅高市係相當之討厭習近平。目前照呢個軌道咁行落去嘅話呢，日中關係短期內唔可能恢復，可能會進入一個長期嘅冷和平狀態，雙方或者唔會即刻打起上嚟，但係對抗摩擦，尤其係喺敏感區域，例如好似釣魚島等等呢啲區域嘅對抗摩擦可能會成為新常態，日中互信會越嚟越低。我哋可以預見嘅係，日中雙方可能會保持住外交關係，但係層級應該會比較低，接觸會盡量低調。同時，雙方嘅呢個經濟限制亦都會繼續。中共呢，好大機會仲係會繼續用稀土。咁卡布指，因為日本嘅汽車大廠、電子業同國防產業等等，都對中國嘅稀土有一定嘅依賴。被中共實施限制之後，日本嘅生產成本毫無疑問會上升，經濟短期嘅疼痛，呢個係在所難免噶啦。但係呢，中共限制出口其實係一把雙刃劍，令到日本生產成本提高嘅同時，對佢自己嘅產業鏈都有傷害。因為中國嘅稀土加工亦都依賴住日本市場同技術，而且日本已經喺度加速供應鏈去風險化、去中國化，繼續撤離在華企業等等。日本呢，雖然經濟上有一定嘅壓力，但係高市政府嘅政治得分就相當之高，而中共實施經濟限制，令到中國嘅經濟壓力亦都越嚟越大。習近平係越嚟越失分。唔知最終會唔會好似依家喺日中航線咁，中共係搬起石頭砸自己嘅腳。首先係中共全面關閉航線，但係最終壓力之下又不得不悄悄咁放翻開。但係我哋要留意一點，無論中共點樣變，日中和解嘅難度都相當之高，難度都係相當高，因為台灣、東海同埋歷史認知等等呢啲問題，呢啲根本問題亦都係日中之間無法跨越咗鴻溝，而日中關係緊張對台灣嚟講就係利好消息，日中關係越緊張，對台灣嘅利好就越大。將台灣安全同日本存亡直接掛鈎，雖然呢個係日本政府嘅一貫立場，但確實係由高市首相首先講出嚟嘅，呢個係重大突破。呢個就意味住台灣並非孤島，日本同台灣嘅距離已經越嚟越近啦。而呢其中相當一部分原因係中共推動嘅，日本又係美國喺印太地區最重要嘅盟友。高市同日本政府對中共嘅態度以及對台灣嘅立場，實際上就係台灣嘅一道堅實屏障。一旦台海出事，日本為咗自身安全，一定要行使集體自衛權，同台灣合力抗擊中共。我哋退一步講，哪怕日本只係提供後勤同情報支援，對中共亦都係強力嚇阻，令中共唔敢輕易冒進。大家睇下係唔係呢個道理呢？我講嘅呢啲內容都係被中共掩蓋咗，好多中國人睇唔到。大家不妨將我哋節目轉俾佢哋，或者將免費嘅一鍵翻牆轉俾佢哋，等佢攞到海外嘅真實資訊。另外，亦都呼籲大家
請支持一件翻牆項目，捐助咗每一分錢，都係喺度做功德無量嘅事。每籌集到$2000，就能夠生成100個翻牆連結送入中國大陸。需要翻牆連結嘅朋友，請向屏幕上嘅郵箱發送郵件，我哋嘅工作人員好快會復你度。2026年最後幾場神韻演出，聽日就要開始啦，就係加拿大多倫多4季劇院嘅5場演出，25號到28號。喺神韻官網訂飛，用我哋專屬優惠碼 MY2026 會免去你嘅手續費。睇點話真相，牧羊講實情，各位觀眾朋友，聽日見。